动吃，来做事。你知道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，对你有什么印象吗？不知道哎。我觉得你非常的腼腆，安静，没有存在感，没有，然后开玩笑啦。但是你的那个2个酒窝，存在感超强的。我第一次看到你，觉得你很漂亮。哎呦，哇塞，原来是这样子哦。那我那时候身材怎样？那时候身材匀称的，蛮匀称的，还不错。会聊天呢，难怪我会被花莲留住这样子。但是我心情不好的时候，就会想要来看一下，你知道，一望无际的海。那我们很久没有来了。我们很久，超久的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跟我在一起之后，很少心情不好吧？哇塞，哇，爸爸你很会撩哎！如果你那时候这样撩我，我觉得我们可能就不会在一起，完蛋了。还有你那时候保持安静这样子。其实跟你结婚之前呢，我完全没有办法想到你会是这么称职的老公。怎么说？因为你包办了家里的煮饭啊、洗衣啊，你全部包办呢。然后又节俭，像我每次要帮你买一点网购一些衣服回来，你记得你怎么跟我说的吗？妈妈不要再买一些布料回来了。然后你宁愿把衣服穿到破洞这样子。但我真的很好奇，你为什么会那么勤劳？就是洗衣服这件事情要爬到4楼，哎，知道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的衣服就1个礼拜份啊，我不洗，我下礼拜没有衣服穿了。好有道理哦，爸爸，你好棒哦！难得我们这样子可以2个人悠闲，不如晚上来一个浪漫大餐好。好啊，没问题啊。那我来准备食材。好，先去逛逛。OK。Go。想到吧，让花莲媳妇，然后带花莲在地人来逛这么有味道的地方。这条巷子我没来过哎。你没有来过对不对？对啊。哇，我跟你讲，等一下带你认识的人更厉害。有。接礼。静候。哎，赖兄你好。石梅，香香，来。这个是我刚从冷冻库拿出来的，零下20度的啊，是我们花莲特有的凤林的9号花生。他家年的做饭哦，因为有些很切很好吃的哦，很好吃，绝妙啊！怎么那么好吃？不错哎，你这个包装上顺带我们可以学客家话哎。可是啊，它在商品化的过程啊，糖就变得太多了。那因为我爸爸喜肾，我从内湖科技园区回来，我就希望大家少吃糖，所以我现在做的是1%的糖跟1%的麦芽，所以它就算冷冻入口就化。是化掉的质感。对，尝尝看。它不会因为冷冻而变硬，非常好吃。那它的后韵很好。一般我印象中的花生酥、花生糖这样子的结构，因为它的糖量非常多，所以你就会粘牙，然后嚼很久。你不是哎，它这个是直接进去，然后直接化开的酥。第2道料理我要让您看的是，它的名字叫花莲素酒，素字，小米。对于原住民的朋友来说，它是最接近祖灵的东西。它也是非常好的高纯度的一个碳水化合物。那么我们把这个小米让它气炸以后，变成了质地比较松软，对，而跟我们花莲的花生结合在一起，就变成了花莲素酒。所以它上面的 slogan 写的是罕切阿入，什么意思？罕切就是客家话的绝妙嘛，绝妙对。那阿入就是这个阿美族的语言，就是哇能不能好吃？尝尝看。哇，连名字都结合了。对，最新的发明，
这个连台积电、鸿海今年都有来做采购。它多了一个那个小米汤爆米花的那个质感，所以这个有点像 popcorn 的那种感觉。那么接下来，可以说是相当很多朋友会有一点 surprise 的一个东西啊。哦，它的名称叫我爱台湾味啊。我们下的 slogan 叫够香的香味，云林四物香苏案出鲜的蒜头，把蒜头打成果汁，泡5个小时，风干13个小时再去炒，所以它要19个小时，可以做大概180包左右，尝尝看。你也太高纲了吧！这就是为什么在通路吃不到它的原因。你看它那个韵。这真的过分，因为一般花生只是把那个大蒜炒在旁边，但是它这个花生是整颗有大蒜味的花生，对，它是泡在里面。泡在里面，因为其实我这样闻不太到蒜头味，可是一吃进去，它在口腔整个爆出来，就好像我嚼蒜头一样。这个你看起来，你会认为它是什么口味？你相信它是辣的吗？啊？代表了外省口味的川菜8大菜系之首，青花椒、大红袍、毒蝎辣椒、死神辣椒制作而成的，一样冷泡5个小时，风干13个小时再去炒。他做的花生酱厉害。哇塞，有辣哎！哇，这风味真的。原型食物，这就是原型食物。哦，香哦。然后听说今天诗梅跟我们的大帅哥庄哥哥要做一个很特别的料理，是吗？对，因为我来到花莲之后，我就开始学了一些烘焙，然后我最近很喜欢卷那个可颂面团，然后用热压松饼机去压它，所以可以说可颂松饼。那我觉得最新的东西应该要搭配最传统，但是让大家意外的东西。哦，这个就是我特别要给您试试看活的豆腐乳。用米去发酵的豆腐乳，活的豆腐乳。如果这个东西加上可颂松饼，我相信会蹦出让人意外的火花。哦，它真的，因为豆腐乳大家印象中就是搭配稀饭啦，或者是抹面包，可是我这个连空口吃都非常好吃，它的咸甜交织是刚刚好的。怎么办，老板？你刚刚介绍所有，我通通想带回家嘞。那我如果介绍下去，那你不就头晕了？因为真的，如果说他跟我所发明的几个中西合璧的东西，包含中华跟东洋的白巧克力养乐多，中华跟西洋的巧克力，跟中华与欧洲所结合的榛果，我觉得它蹦出来的火花也特别的妙。那我们是现场，我们自己可以先动手制作一下吗？当然可以啊。2位可以看到这台机器哈，人家提高发明的东西哦，还拥有中华民国的专利权哈。它的专利在哪里呢？在哪里？它可以让我们花生皮掉皮率降到3%。哦，这很难得哎。那里面已经在转的那是什么？深层海矿，来自于我们花莲七星潭662公尺抽出来的水，转29万转甩出来的结晶体。哇塞！所以它炒出来的花生都不会咸。那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个倒进去，直接倒。对，然后20分钟后，因为这个机器的火线很强哈。哇！20分钟后，我们就可以下锅，然后可以跟着它一起跳舞，然后盐跟花生就分开，我们就可以开始做花生酱了。哎呦，生动活泼，完全懂了。那就倒进去喽。但这个连酷谁的爸爸，交给你吧，交给你了。这个酷谁，对，它有一个谁，你就丢进去就好了。这机器的每一个转的角度，全部都经过设计的。哦。那它的技巧是什么？就是让盐跟花生均匀。其实它炒的时候已经算均匀了，但是因为重力加速度，所以盐会稍微往后一点，所以我会把它带过来一点点。哦，往前带一点。对。我们庄师傅可以。然后它只能炒到8分熟，因为它含油量高。所以它下锅的时候还是滚烫的，我们要快速的把海矿跟花生分离，晾在这边，大概5分钟的时间，它就会熟成到9成5到10成这样，蛮好玩的。那我这样炒，它皮不会掉吗？不会。对，它去炒它不会弄到它吗？对。哦，快哦！我们要赶快把深层海矿到底下去哦。怎么弄？怎么弄？来，我们就这样轻轻的摇，有没有？
来试试看，这是木头钉的圆形机，自己发明的。哇塞问你，哦，很烫吗？哎，也还好，也还好。还好，那我怎么觉得对，哎，你看眼睛都下去了。真的耶，你这个设计太棒了耶。然后我们要赶快的来这里，让它放凉，否则的话它熟成的速度会太快哦。但是刚炒好了，可以偷吃一下吗？当然可以，它这个会有一个酥脆的过程。哦你现在碰它，它的温度大概会在110度左右。 110，然后它现在吃的是软的，等一下就会变凉。我可能捏不起来耶。哦，爸爸，你真的是哦，这个传递真的不错。哎它可以吧大概在1分钟会变得特别香、特别好吃。花莲的花生有一种特殊的韵，它很特别，因为它现在有温度在，所以就像你讲，它不是那种我们吃到很脆的，脆那种，不是油炸的。但是它又不是那种抡掉的那种感觉，可是它吃起来大概介于之间，可是它非常香，那个咬下去那个花生香是这样冲上来的，很特别吧？很特别。这就是花莲沙地9号，目前全台湾最好的花生。要用不一量哈，用来做个榛果花生酱。好，好不好那我觉得我要先出去，不然我在这里等它放凉，已经半盘没有了。吃花生会变瘦哦。我才不相信嘞！真的啦，不骗真的你啦。假的？哎，你刚刚炒好 detail 了了哈。我们现在来做花生酱哦。你看，都带着膜哈，去了膜，所有的营养就不见啦。哦，所以我做花生，我一定带膜。是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的哈，对，哎，做出的东西哈，以后是唔过看起来轻行的，因为讲的啊。你看，哦，你看下一条一条有枪吗？我想到我们家狗狗了，有枪哈，有，其实很好吃的，很真的香。哇，现在你这个一磨，整个好香哦，那个香气。有没有袋子？我想捡。张兄敢不敢吃吃看？当然敢啊。其实它非常非常的好吃，它就是很圆形的食物。哎，专业这样子会用手背的是专业的哦。哦，好，打得我们完成漂亮喽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开始计算比例，来做一个代表我们中华、我们台湾跟欧洲融合在一起的，对，榛果的花生酱。哇，好棒，好期好待。，我们来试试看哈。好，那爸爸这颗给你抹喽。好，给我吗？没关系啦，3秒钟挖起来就好了。爸爸，你那颗先挖起来吧，它其实在边边可以用了。对，反正我们等一下高温压。小朋友加油，小朋友！我们尽量把奶油放在面团上哈。动吃动吃来做事。哇，这是刚刚打好的榛果花生酱，对然后你再特调一下变成沙拉酱。它其实只有2样东西而已啊，就是我们的榛果花生酱，对，然后我到全联去买一点胡麻酱，4比4比1，然后就把它谁4谁拌1？花生酱4，花生酱胡麻4酱1胡麻1哦。这个是我为了庆祝欧洲德国跟我们进口研发的，哦，好吃哦。太特别了啦！我想把它做牛肉汉堡。哎，牛肉汉堡。哦，你这个配牛肉应该哦好像不错哦。我跟你说，我们这有4个花生酱哈，这是白巧克力养乐多，这是榛果，对，花莲9号，真的，这是我最期待的，我超想用的麻辣花生做的。那不行，我们等一下我们先从原味吃起。你先说你的口感，原味的。原味的，香。我老公就是话不多，但是就因为他这样，所以我当年就这样被骗来花莲了。你根本就喜欢它的酒窝吧哎呦，这样讲你？4颗酒窝把你围起来，过瘾吧？我再多加1颗。我知道怎么说这个原味的，这个原味就是你在外面吃的那种凉面的那种凉面酱很像，但是它比外面的凉面酱再浓郁个大概8到10倍。哎，你这个真的是有够过分的哎！哎，俺某是过暗后吃的呢，有，俺某凶多呢。你自己想自己
第一次试麻辣的哦，那我们也加入麻辣的了。可是你那个辣真的变态辣，哇，这个麻辣真的好意外，是谁说要放麻辣的？谁那么厉害？它真的加上之后，因为它的辣不是那么呛辣的，它的辣是很香的那种辣，而且你的辣都是有层次的，你不是说就是一个单一的辣度而已，你的香味啊，因为花生啊，厉害。满载而归。你看，老板，哎，听到我们家店长了，准备回来做料理，嘿嘿 ，yes， 欢迎，我们说欢迎光临。我们先来准备了，好不好？里面请。好哦，那我先开始哦，因为我的面团比较久。好，这个是高粉。高筋面粉，高筋面粉通常用来做什么？面包。哇塞，你是用来做披萨这样。然后这低粉、糖、盐的话要跟酵母远一点，酵母，然后加1颗蛋，把你打好，就可以准备搅打了。我来。呀，我已经放好了，只是没有压下去而已。水，但水先不要全下，下部分留一点点，这一点点都会很关键。奶油等一下，那你嘞？你要做什么？那我先小黄瓜好了。好，你先备小黄瓜。那我先切断。好。哦，你要做韩式的哦。韩式的小黄瓜。韩风哦。哎，这个哦，太大了。这太没有我们客家精神了，怎么会切到这么大颗？你有洗过吗？洗过了。哦，你切断了之后，下一步再切十字。等一下里面画十字，对，然后塞东西。哇，你这个正统韩式哦，塞腌料进去的模式，这道是谁教你的？我们的朋友啊，我们的韩国华侨朋友。韩国华侨。哦，切完了。哎呦，你这手速很快哎。抓腌一下，抓腌要30分钟。哦，稍微让它出个水，这样。对。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过，我有一天会嫁到花莲，而且在花莲定居，太不可思议了。因为我是连火车都没有坐过几次的人。我记得那次是我请了假，然后要去兰屿潜水，所以我也是坐到台东，然后去了兰屿之后，发现气象天气不好，然后怕被关岛，所以马上又逃出来。但是想说假请了都请了，不能白请，我就想说，哎，那不然来花莲走走哈，因为没来过花莲旅游，所以我就来投靠那之前在垦丁认识，哎，也是你的师傅之一，然后是来找他，然后他带我去西边，花莲的西边真的是很赞，去西边，然后去走走，然后很聪明的带我去喝酒，然后是在那个时候认识你，对不对？对。但我们第一次见面，其实对彼此都不太有印象。你对我没印象吗？哎呦，你对我有印象？当然。有，哇塞！好的，这个动作呢就叫分割。分割完之后滚圆，其实可以在手上，那就白胖胖的。你要帮我滚圆吗？你有戴手套哎。拿掉。那还是你帮我分割。123到124，可以。
好的，那我要把它送进冷冻库一下，让它 calm down 一下。好喽，20分钟到了，哇哈！你看，白胖胖的。然后我现在就要把它擀平，然后叠。那你帮我再切1片这样的厚度，然后我要8颗这样的奶油。好。哦。哇，我这可能还是得见你下面，不然它回温太快。那我还需要那个，我杯子旁边那个大理石转盘。帮我下面虚。然后这是简易版的可颂的做法，因为人家专业的可颂是要一层一层，然后要折、要叠、要冻。那我们这个是家庭简化版。哦，我再麻烦你1颗面团，你可能用这个。谢谢。那我先把这个拿去封起来。好哦，封起来会比较快是？对，比较快。哦。面团展开来，然后全部叠在一起，一层一层，对。一定要涂抹均匀，就是整片面皮一定要涂到。好。那爸爸这颗给你抹喽。好，给我吗？可以刮得起来吗？这边先，这边外侧的比较滑。没关系啦，3秒钟挖起来就好了。爸爸，你那颗先挖起来吧，它其实在边边可以用了。对，反正我们等一下高温压。没事的，人生嘛。小朋友加油，小朋友！我们尽量把奶油放在面团上哈。终于最后一层。盖好，好了。接下来这个样子呢，依旧又要把它放回冻库，所以你这下面可以冰，对不对？可以啊。谢谢。然后接下来这个面团大概再让它结冻一下，然后大概也是20分钟左右，我就可以把它擀大，然后就可以分割，我们大家就可以来压了。哦。要头按姜按太头。大哥，我这太深了，对不对？哇啊！完了完了，那一颗死掉了。死掉了。爸爸，等一下，我再拿那个去种了。哇，爸爸，大家对我们身后这颗窑其实也是蛮有兴趣的。嗯，这个窑温度可以到几百度？大概到400。400度是什么概念？就是我曾经请你帮我烤面包，然后进去就炸掉这样。我的面包做的漂漂亮亮的，白胖胖的，就一进去，哎呀，全炸歪七扭八这样子。动吃动吃，来做事。耶！哎，帅哥！漂亮的小曼，哎呦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谢大哥好。欢迎你加入我们吉安乡哦，我们小农日常的生活作息。哎呦，大家好可爱。一起来哈了解我们的农民啊。那我们这个吉安三宝韭菜真的是太有名了，可是我真的是第一次亲眼见到他本人。水管这是
饮水吗？还是哦，这个是备水用，备水用？哎对，因为你这样不会遮到太阳，里面的水分可以让白韭菜慢慢成长。哦，对，所以说它的水分我们都没有再补充了，对，也没有也都没有喷洒农药。哦，这么说的意思就是我现场采就可以现场吃。你能吃多少就给你吃多少。哇塞！来，我第一点我先教你们示范一下，刀子先拿着。好的。啊，就把它抓起来。对，因为你抓的越紧，它这里会越平。哦，对，抓紧一点。你如果没有给它抓紧的话，对有没有？对，它就不够平。对，这样的话。哇，我好像看懂，又好像没有看懂，还是你再割2个？不用，我开玩笑，我割太多了。我可以啦，我可以。那我跟你借一下位置。对，因为我也是右撇子，我要学你的姿势。你跟这个帅哥一人一边。哎，这一手要掌握，其实有点难。小心不要割到手就好了哈。我怕割到脚哎。啊，这个位置。哎，对，差不多10公分。割下去，哎对。哇塞，用力。那就不要了。它是可以左右吗？那个小曼，嘿，刀子是用前面，不是用后面，后面是用锯子，哦，好不好？哦，哎，对，哦，哎对，哇，所以说一日农夫真的学习很多，哇，哎对，我下班了，哎，我改天哦办个那个农夫产销履历给你，真的哎，其实很疗愈哎，一般我们盖白韭菜就是这样，哎对，哇，那我要请问姐姐。韭菜的客家话怎么说？我没有听过哎。韭菜哦，就这么相近。对，韭菜，嘿，爸爸你讲一次。韭菜，哎呀，韭菜，很可爱哎。那这个多久要割一次？这个哦，这个养到这样大概要2、3个月。那你等下刀借我，哎，我就拿回家。我以后就自己来。对，老板，我们这样差不多了，下一步啦，想知道。等一下。这蜗牛先帮我抓走，哪里有蜗牛？这里，用刀子把它弄走。哎呦，这是牛肉哎！不是牛，没有这个。哦，蜗牛真的不行，让它留着。盖在里面，它会在里面玩。哦。整个白韭菜就完蛋了。来，我们现在最好吃的。这里割好了，我们开始来割白韭菜。哦。要盖，好不好？这个让你们看一下什么叫白韭菜。小曼。是。今天。对。让你永生难忘。哎呦，第一次看过的白韭菜，真的最嫩的白韭菜，我没有看过，原来在管子里面这样子呢。那个帅哥，你一个一个从这一个开始拿，这个拿完拿这个，再拿这个，再拿这个。来，你站旁边的，你看看。哇塞，这个就是白韭菜。这跟韭黄一样吗？就是韭黄。哦，哼，自己吃，可以直接吃。这个帅哥我觉得比较帅，我给他吃好一点。哦，哇，好嫩哦。你们外面吃的白韭菜，跟你们保证不可能有这样的嫩，好甜哦，你知道？然后尾劲辣辣的哦，这个就是韭菜的一个辣味，只是说它的辣味没有像栗的这么辣，对，它是温和的辣。你再翻一个，让你比较好工作，翻起来，好来，小曼来，好，这个采收呢，我蹲下来，这个就不能留了吧？来，我教你，你现在采收一样，从最底下把叶子拿起来，对。拿起来，这种很嫩，所以说你要小心，你从平平的这样割就好了。哦，带一点土也没关系，这样。哎，这个到时候都要洗。哦，这样，这个就是我们花莲哈，对，最独特的白韭菜。真的哎，数量有限，只限在花莲而已。但我必须坦白讲，我去逛市场，我去菜市场这么多次，我没有看过哎。因为我都藏在内行人的地方。哎呦，这应该都已经被刻定了啦吼。其实我们这白韭菜，你割多少，就是要盖多少回去哦，我们才有办法持续一直。那这样子可以收几次割？哦，其实大部分就1次至2次而已。哦，你看如何？好，现在那个管子就是拿上来，再直接盖上去，要压紧。有一点点会摇是正常的吗？还是不正常？没关系，只要紧，把手压紧就好了。我觉得如果以我们这样的速度。好像应该没什么产量，但1回生2回熟啦。闹事没关系，你下次来你就知道说要穿什么衣服了。我下次来穿比基尼啦。别，那个我就没办法工作了，我也没办法教了。不是这样比较有晒的比较匀称了。那可是我们加入菜的话，我想还是要有点绿色的，可以吗？绿色韭菜。OK， 来，我们现在这里就带你到过去那里。好。啊。来，走好哈！阿姐，出发怎么讲？客家话？客家话，出发。出发。出发。哎，都得出发嘞。哦。
好香哦。一般怎么收？都得做水饺。你大概翻一点。做水饺，对。好，这样割掉。哦，那么深哦。对，最深。哇。OK， 这个是土下2公分。放平，刀子放平。哎，先弄一点土，刀子放平。这样子。哦，录取，不错吧？不是，还有一个动作，还有一个动作。对。哎，对，还有一个动作，哎，对。好，那这样可以用了哈，这个应征可以通过。对。这一颗好漂亮，按姜，按姜水，按姜。嘿，要头是按姜，按太头。你这个就是没有一次把它割完，所以说它这个会融融的。哦，融融的。哎，对。哇，对，你们的怎么都那么漂亮？所以说割太下面了，我再看一遍起来了。直接下去。哎呦，哇塞！大哥，我这太深了，对不对？哇！啊！完了！那一颗死掉的。死掉了。爸爸，等一下，我再拿那个去撞了。哇！拜拜，拜拜，期待再相见啊 OK， 拜拜，拜拜，好，拜拜，哇，很乐对，我们情人雅座。今天要做，爸爸你怎么不做？很烫吗？如获至宝哦！这个是韩式的凉拌小黄瓜，韩式的韭菜凉拌小黄瓜，重点是韭菜。重点是韭菜，对。我先切末，先切末，好的。哇塞，好看呢，真的很末哎。哇，我们夫妻一起工作几年了7年了。 7年了，一起工作。然后虽然一个外场一个内场，但是一起上班难免都会吵架，所以我们很知道要怎么样避免吵架这件事情，就是一定要非常 care 对方的心情哦。那可以访问一下庄师傅是什么时候开始第一次做菜？你有记得吗？退伍以后。退伍以后了。对啊。你小时候都不用自己煮哦？叫外卖。对，外卖。真假啊？可是我不一样，我小时候因为我是钥匙儿童，所以我都回家自己要处理自己的晚餐。我记得我大概小学大概3年级吧，主要就是投靠外婆家。那自己在家的话，我会做基本的简单的料理。哦，你切的真的很末哎，好强哦。现在把它拌进去，把调味料拌进去。调味料。哦。对。这是粗粒的辣椒粉。哦，这个是什么？辣椒粉。细的，比较细的辣椒粉。对。2砂，这个我很熟。2砂不用全下吗？哦，全下。虾酱。虾酱。哇。这是韩式的辣酱。韩式辣酱。哇，这道真的很好吃。我们早上有切那个小黄瓜，有先前置备料的部分。对，等一下再拌完就可以把它塞进去里面。把它塞进去。对。那你还优秀什么？你就用手，还是我？是我塞，对不对？你塞的比较漂亮。好吧，你这么说我就愿意做事了。你真的学会我的真传呢，因为我们家就是这样，用鼓励代替责骂。每次说哇，我老公你做的菜好好吃哦，他就会一直做。哇，香哎！然后通常是要，通常你会至少放1个晚上，对不对？腌的话，隔天才能吃。隔天才能吃，但没关系。今天其实现吃有现吃的风味啊。好吃哎。可以。好哦，那这个小黄瓜部分我接手。那你下一道你要做什么呢？沙爹窑烤温体鸡腿肉串。哇塞 ，OK， 那你先进行。所以你第一个步骤是什么？先把鸡肉先切块，然后待会把它串起来。哦，
我这边就是小黄瓜，把酱料的部分把它塞到，尽量的话可以把它塞到小黄瓜里面去，然后这样腌制起来会比较入味。但我觉得其实吃新鲜的也有别有一番风味。爸爸，大家对我们身后这颗窑其实也是蛮有兴趣的。这个窑温度可以到几百度？温度大概到400。400度是什么概念？就是我曾经请你帮我烤面包，然后进去就炸掉这样。温度太高了。我的面包做的漂漂亮亮的，白胖胖的，就一进去，哎呀，全炸歪七扭八这样子。我鸡腿切好，我现在把它串起来。好的。然后等下就直接进到窑里面。这颗窑是这样，窑也是有故事的。就是我们要开店面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对这个地方非常喜欢，我们等这个地方等了6年，它是港务局的旧宿舍改的。可是当我们真的获得它之后，我只有对它的内部有想法，然后关于我要卖什么料理，我完全没有想法。然后后来是到要开始整理它，然后跟台北的朋友聊天，我有一对朋友做面包店，他们就说，我们家里还有一颗窑，那颗窑定制的，这颗窑你不要看它这样子，这颗窑定制起来要30几万。他说我们还留了2颗好像，然后有1颗可以分享给我们，是你二话不说，你说要，然后我也不知道我们要窑要干嘛，然后就傻傻的，而且为了帅啊，就帅啊，帅啊。他说要好，我就说好，那我们就先把它弄回来再说。但为了弄它回来，因为整个房子都已经设计好了嘛，然后没有地方可以放得下这么大的它，所以我们就把这个空间开了一个洞，把它往外推出去。所以为了这颗窑，整个大改设计图，然后一直到这颗窑来了，我们还是不知道做什么，对不对？对。但是我们就试试看，用这个窑烤东西，哇捞。哇捞，惊为天人，哇捞，好吃到哦！我跟你讲，这个窑烤鱼都不用加任何的调味料，完全是那个鱼本身的鲜甜，哇塞！所以等一下这个鸡腿进去不得了，太棒了。好的，鸡肉送进去了，然后你的小黄瓜我也帮你处理好了。好的，可以吗？及格。漂亮。好的，那我就继续做我的面团喽。好的。那你接下来呢？我调酱，要做鸡肉的酱。好哦，那你调酱，然后我就开始继续做我的面团喽。OK， 好。卷起来。对，就往前推就好了，卷成可颂。你完成了吗？好了。完成，无所谓啊。那不是还要再压吗？它要压也不能，就往前卷，有这样的难度。那你先帮我一下，我要翻面了。要多少？多少？哦，太多。懂吃懂吃，快做事。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就在夜市就开始经营做吃的？11年前。11年哦。对。哎呦，经历算是也是蛮久了哦。我们现在店面3年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等于是8年前。8年前，那你有觉得夜市跟店面有什么样的不同吗？有啊。或是最大的不同在哪里？在于有冷气。有冷气，有冷气声。你这个地方，你跟我讲有冷气，我要翻脸了。我觉得你这里的温度，哇，你知道真的一墙之隔。因为我是吧台嘛，哇，我那边真的是天堂，你这边真的是地狱耶。哇，真的是蛮紧张这个面团的。你等下就直接压了。对，我要直接压是没错，但是我怕我没办法好好分割跟擀卷呢。现在要把这个面团分16等分。那我现在先下椰奶。嗯哼。然后
这个是鱼露，最香的。你一拿起来我就闻到了。然后再一点 Tabasco， 然后最后主角来了，花生酱。我的鸡腿差不多要翻面了。对。我放了珍珠糖，珍珠糖是一种耐高温的糖，所以它吃起来就会有咔吱咔吱的口感。然后就是把它卷起来，这就是可颂。然后一般可颂面包的话，在这边其实会再去发酵，再做一次发酵。但是因为我要用松饼机压，所以我就不发酵它。好，进去喽，轻轻把它合上。不用特别去压它。我好了。你哪个部分好了？我等鸡肉好。哇，你怎么那么快？羡慕哎！你可能要翻面，因为我刚刚赶的手。对。然后几颗？都可以，你喜欢几颗？但你好像不是很喜欢这口感。全糖。还去冰，喂，叮一下这样子。然后呢，卷起来。对，就往前推就好了，卷成可颂。哇哦 ，OK， 机器不够热。你完成了吗？好了。没关系啊，无所谓啊。那不是还要再压吗？它要压也不能，就往前卷，有这样的难度。你卷一次，我再看一次，难度不够。很香。香。店长来了。这样子。OK，尚可。哇，你怎么能够？我们不是一样的东西吗？不是一样的面团吗 ？Yes， 呜呼！哇，好漂亮哦，好漂亮哦，是不是？只是今天面团比较炸，好大颗哦。所以我们这个面团都做好了，对不对？然后爸爸，我就挑2颗，目前挑2颗，应该是你的作品吧？看得出来吧？看得出来。然后进去，哎呦，然后轻轻的盖上。我们等压它的时间，我就来调酱。OK。哇，我觉得最好奇是这个豆腐乳。豆腐乳，我想加一点美乃滋。等一下，我的鸡肉。你的鸡肉出来了。对。好哦。哇！这叫情绪价值，懂不懂，爸爸？好。还是我帮你拿着，然后你放。哎呦！哇！然后这个再淋上去。换我调酱喽，我先调甜的好了，因为我觉得它的榛果花生很好吃。但因为它是这个稠度，那这个稠度可能还是要稀释一下，会比较舒服。太勾了。太勾了。哇哦，它真的超稠的。好，这样应该就够了。那豆腐乳，我加点美乃滋，好不好？美乃滋好。哎，哇，你是不是也假装做了一个剪开的动作？有吧？有啦。好了，那你先帮我一下，我要翻面了。要多少？多少？然后，太多。你下手我真的都蛮紧张的，蛮紧的张。爸爸，我就搭配你一颗丑丑的好了。然后这个是我们的榛果巧克力，然后我们加了一点牛奶，把它稀释。哇哦，
真的是好惊喜哦，因为它有颗粒。吃饭喽！哎，结果我们浩浩荡荡，其实好像也做出一桌的感觉。有前菜，对不对？有主食，然后甜点，很可以耶。那先从前菜冷盘，好啊。冷盘。那我觉得其实这样很可以，没有一定要腌一个晚上哎。直接出吗？因为你的酱料调的太好吃了。酸咸，然后今天是微辣，然后甜，甜去综合所有的 mix 在一起，然后那个韭菜又香，好吃哎！你用麻辣的花生酱，对，麻辣花生酱，哇，这闻起来就好一秒出国的感觉，这鸡肉嫩。这是我们的招牌，已经没有问题了。今天你搭这个酱真的也太厉害了吧！然后我们就选择那个麻辣，我觉得真的很聪明哎。它提供一点点辣度，因为一般的这种沙爹酱没有这种辣的，对。这一道整个大升级耶！哇，我觉得这个好不好？从此以后我们如果店里面要推沙爹酱，我觉得一定要这样加。我觉得可以出哎。你觉得可以出哦？对啊。马上变店里的料理。对啊。好哦。那我拌这个豆腐乳的，我觉得它也可以当主食，所以我有搭了一点点生菜。不要这样，好特别啊！哎，你贱呢？哎，你是不是美食节目看很多？好吃就是哇，好好吃哦，然后不好吃就好特别哦。你很坏耶你，怎么会好特别？怎么了？他出了什么事？没有吃过这种味道啊。好特别哦。但我喜欢，因为在吃过太多的，就我没有办法吃太多甜点。所以我觉得像这样咸甜的滋味，我是喜欢的。而且那个豆腐乳真的好好吃哦，是可以的吗？可以啊，你喜欢我就喜欢啊。哦，哇，原来这种话听起来是这种感觉。那个榛果，好的，榛果花生就一定没问题啊。这就是甜点质感，怎么样？今天对于我们这个约会行程，很充实哎。但我觉得蛮好玩的啊。对啊。花莲其实，就算我们是花莲人，其实也有很多地方我们都没有玩过，对不对？所以应该花莲其实还很多值得我们去探索的。那还是谢谢你今天带我出去玩，然后经历这么多很有趣的人事，还有物这样子，我们觉得收获满满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那我就继续用餐喽，就继续享用了。好的。
前还有一个无嘛个意义，重要的是，错到时间的计量差。